好多人都唔知，除咗普通話之外咧，中國其實仲有一種世界性嘅語言，全球有1.2億人喺度使用緊，仲多過講德語嘅人數。咁就更啦。冇錯啦，我講緊嘅咧就係粵語。2009年，聯合國已經將粵語列為主要嘅語言，重點嚟嘅，唔係方言，而係語言。咁好多人就問啦，究竟粵語係點樣形成嘅咧？呢個故事咧就要從2200幾年前講起啦。公元前214年咧，當時仲係秦朝嘅時候，趙佗帶咗50萬秦軍駐守嶺南。中原嘅雅言同埋百越嘅土著語言第一次形成咗融合。羅香林教授喺研究中就指出，南越國嘅時期咧，嶺南地區係漢越雙語並行，咁樣咧就奠定咗好多粵語嘅底同詞啦，譬如話墟市嘅墟字啦，同埋諗計嘅諗字啦等等。咁啊，粵語又係幾時開始大規模咁發展嘅咧？時間咧就嚟到東晉嘅永嘉南渡之後啦。當時嘅中原氏族咧就大規模咁遷入珠三角同埋嶺南地區。李新奎喺《廣東的方言》呢本書中咧就考證咗粵語係完全保留咗中古漢語嘅全作聲母稱化嘅規律，直接證明咗佢同唐宋嘅官話咧係同宗同源嘅。到咗唐宋時期，粵語就基本定型㗎啦。北宋嘅廣韻同埋粵語嘅韻母係高度吻合嘅。清代陳禮喺《廣州音說》呢本書中就話，廣音其實係隋唐時期嘅中原之音。到咗明清時期咧就仲巴閉。粵語隨住13行嘅貿易係去到東南亞，跟住咧再傳到全世界。到咗今時今日，粵語都係全球唐人街嘅主流語言嚟嘅。清華4大導師之一嘅趙元任喺《粵語入門》呢本書中就研究表明，粵語有9聲6調，係研究中古音嘅活化石。我讀翻2句李白嘅詩，你感受下粵語同埋普通話嘅對比，呢種感覺係分別喺邊度？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啊！你不妨用普通話讀下對比下。話又講翻轉頭啦，粵語作為咁古老嘅語言，保留住咁多嘅古漢語嘅讀音，雖然依家仲有1.2億人喺度使用緊，但係呢個數字其實比上個世紀係下降咗15%。更加嚴峻嘅係咩呢？依家廣東嘅青年一代同埋班細路哥其實係越嚟越少人識講粵語。作為廣東人，生活喺廣東地，你認為我哋應該點樣去傳承呢個粵語呢？